好，嚟到投資有道嘅時間，咁今日咧要同大家傾下咧大多倫多地區嘅樓市咁樣。之前我哋都收到唔少觀眾嘅一啲嘅 email 啦，咁樣就話咧希望了解多啲嘅樓市方面一啲即係最新嘅動態咁樣，所以即係我哋有求必應嘅。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傾下樓市方面啊嘛。可能咧你又會問咧，咁啊而家嗰個樓價係咪話叫做高咧嚇？咁啊究竟話係咪入市嘅時候咧咁啊樓價咁啊仲有冇得上咧？咁啊仲話還是已經係差唔多咧嚇？咁啊今日咧我請到位專家同大家傾下咁啊，介紹下佢先。我身邊咧有位嚟自 Tridel 嘅地區銷售經理 Winnie Chan 咧，同大家一齊去分析下樓市啊。早晨 Winnie。早晨你好。嗱 Winnie， 咁其實嗱講翻即係呢個樓市先啦。咁其實嗱 HST 就啱啱就生效咗，都唔係話即係太耐嘅時間啦。咁就7月1號咧就開始實施嘅 HST。咁之前咧呢個7月1號之前咧，我哋都講嘅就係話咧可能咧呢個 HST 咧都會影響到嗰個嘅樓市啊，或者嗰個樓價啦。咁其實嗱而家都即係實施咗一段嘅時間，其實 HST 對嗰個嘅樓價或者大多倫多地區嚟講咧，有冇話即係有啲嘅影響啊？其實好高興今日有機會咧，同大家分享下 HST 呢一個問題嘅，因為好多我哋嘅客戶咧都有呢個問題。其實 HST 分開嚟講咧，分開兩大部分，一個係重售樓，包括你話獨立屋啊、condo 都好，係個 resale market 裏邊；而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所謂樓花啦、新樓，係完全兩個唔同嘅制度嚟㗎。嗱，首先我哋從重售嗰邊開始講下，重售樓裏邊咧 HST 係唔 apply 嘅，即係話咧係對個樓價係冇影響，亦都係唔佔任何一個嘅成本嘅 cost 嘅。唯一一個少少嘅部分咧喺重售樓裏邊咧，一般正常嘅交易咧都會有一個 listing agent、selling agent， 即係話有呢一個佣金 commission 嘅部分。咁佣金嘅部分裏邊咧，以前咧係要加上呢個 GST， 咁而家喺佣金嘅部分咧係要加 HST， 但係佔一個整樓價嘅買賣嚟講咧係一個相當細嘅部分，所以咧我哋係見唔到有任何影響嘅。咁呢個係一部分啦。咁而另外啦，新樓嘅銷售方面啦，新樓銷售咧其實唔係今年7月1號先開始嘅，打從舊年即係2009年嘅6月19號之後咧，各大嗰個建築商咧已經對呢個政策咧係有所反應嘅，因為樓花咧係一個買賣簽咗合約之後俾咗訂金，到交易咧往往係1年、2年甚至乎3年咁長嘅時間。咁喺舊年嘅6月19號之後所簽嘅合約，而喺今年7月1號之後先至能夠 deliver， 先至能夠所以起好出嚟嘅樓咧，都已經係入咗呢個新嘅 HST 制度裏邊嘅。咁當然啦，對每一個買家嚟講咧，最重要嘅就係你買樓花，你買呢個新樓，知道有 HST 呢個稅嘅時候咧，大家都會從唔同嘅消息裏邊得到話40萬以上、40萬以下，甚至乎有冇回避咧，都非常之混亂啊。其實咧，我會有個建議就係複雜事情咧簡單化佢，你只要睇一睇你嗰份買賣合約。據我所知，大部分嘅建築商，包括我哋本建築商裏邊呢，嗰個買賣合同呢，喺舊年6月之後係加注咗一個新嘅項目嘅。呢個項目裏邊話呢，樓價係包括咗 HST。以前舊制呢就話樓價呢係包 GST， 而家呢就話包 HST。咁即係以一個買家嚟講，你只要見到嗰個 end price 最後成交價30萬、35萬、40萬係包稅係含稅嘅話呢，對你影響呢其實係冇嘅。咁呢一方面呢，如果有其他喺安省以外嘅聽眾或者觀眾朋友聽到嘅時候呢，就有唔同啦。譬如話溫哥華買屋咧，溫哥華買屋係要另外加稅嘅。咁所以我頭先所講嘅呢，係適合安省，係適合多倫多買樓花，係包稅嘅呢一個項目。咁啊，即係換句話講，其實咧嗰個即係睇翻嗰個金額就係俾嗰個錢，咁就搞掂啦。咁就唔需要話即係再又另外加乜嘢，跟住又唔知幾多萬以上，幾多10萬以下。所以建議咧睇個合同嘅時候，如果自己能夠閱讀嘅最好啦。如果唔係就請有經驗嘅地產從業員啦，或者係你嘅律師去留意一下，到底合約裏邊有冇註明到經已係將 HST 包咗喺裏面嘅咧？咁阿 Winnie 會唔會某程度上嚟講咧係即係發展商可能係食咗嗰個差價嘅喎？其實 Cyrus 你問得非常之好嘅。其實喺舊年6月嗰陣時咧。買賣咧，永遠就冇話邊個食咗邊一個嘅。我哋喺價錢裏邊咧已經做咗相應嘅調整，將唔同價格位置嘅稅咧係含咗裏邊。即係等於你買嘢，你買一樣嘢話1蚊已經包稅，其實嗰樣嘢咧可能係8毫幾紙，又再加個稅加上去咁解嘅。咁但係用家咧係對呢一個相對嘅調整咧嘅反應唔係好大，因為點解咧？舊年09年嘅時候，樓市喺金融風暴以後咧係非常之熾熱嘅，佢嘅樓價嘅向上調升嘅百分比咧
係10%以上，而調整嗰個稅咧係比較低嘅，所以經已係做一個適應嘅調整，而係買家咧係冇覺得有承受到任何嘅壓力嘅。咁啊，見到咧Winnie 就話咧，咁啊呢個 HST 雖然係生效咗咁，但係咧對呢個即係特別新樓嘅市場嚟講啦，咁啊個影響咧都唔係話太過大啫。咁但係咧，究竟嚟緊咧嗰個嘅樓市嗰個嘅走勢會點樣樣咧嚇？咁或者而家係咪已經差唔多見頂咧，還是仲有得上咧嚇？咁啊稍後翻嚟咧，嚟問下 Winnie。咁而家稍後可以講到先，講到之後翻嚟繼續傾啊。